伫咧台北市的德化街有一间新庆利咖啡厂，因的店头毋但是闽南式的传统建筑，也佫有2层楼悬的美甲，传承到今已经是第4代咯。最近也通过台北市文资审计，因也同意登录做历史建筑。这间位伫德化街的老米厂，伫遮经营要超过80外档，最近获台北市文资委员会审议，登录成为历史建筑。采访当中，拄好有家长带幼稚园的囡仔来参观。小出来的下面这个就是米糠，就是这个。这是米的外皮啊，米的对，外皮，它出来就是白白的。主要是想要让他们就是知道米的过程。对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所以他们怎么样？这个米不要浪费掉。伫米厂内底，佫会使听到阵阵的咖米声，每2层楼悬的米甲，甲糙米变白米，运作超过半世纪，嘛见证这道伫大稻埕对清朝后期经营较大的起落。以前那个白米不能进到台北，所以有30-40间呐。到后来就是因为高速公路通的时候，政府规定说好，白米可以进来了。有的房子改建有的是那个第3代、第4代不想接了，就收了。受访问的头家家底啊是第4代，自阿公留落来米店、房仔、古早的收钱台，传统闽南式建筑大相合一，真罕见，嘛是历史的痕迹。最近市府文化资产科嘛同意登录，正做历史建筑。过去通常都是别的产业，像是糖业，那这个它是一个私人的，然后而且也是现在还在营运的一个碾米厂，所以在台北市来说是非常的少见跟难得。米厂因为少年一辈唔愿承接，伫摕到文资身份了后，家族希望会当修复转型，互老米厂继续保存。记者林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